大家平安。我们今天在家会主要来看约伯记的第8章。我们在前几章有讲论到以利法和约伯他对苦难问题的争辩。那比勒达听了之后也参与辩论，认为以利法的讲法是对的，约伯的遭遇是因为得罪上帝，被上帝来惩罚。约伯的3位朋友在开口之前都责备他多说谎言。从这3个朋友错误的认知提醒我们，不要以受苦者多言谎语为怪，而随便责备或拦阻，应当要仔细来观察他为什么说这些话，他背后隐藏的痛苦和动机是什么，才能够给予适当的帮助。所以经文的摘要，我们一起来看第1点。比勒达他责备约伯说话过分，因为上帝不可能不公平、不公义。约伯的儿女和约伯可能都是因为得罪上帝才受到报应。如果约伯无辜，终究可以得着赐福。第2点，我们看到比勒达要求约伯查考传统留下来的智慧，就会知道恶人的下场与上帝的公义。我们来运用经文来思考，比勒达他一开口，我们就看到他们在那边争吵，安慰人变成双方吵架，实在是不好。所以他们里面有真理，也有爱，但也有血气。比勒达的话不错，但可以再温和的说。比较起来，约伯已经相当清洁正直了。那么我们看到上帝不应该为他起来吗？上帝不应该让他公义的居所兴旺吗？很多时候上帝也要我们等待、忍耐、等候。我们来看在经文里面，神绝对公平，我们不要抱怨。这话当然绝对正确。我们看到有人说类似的激昂的话，上帝也很喜欢。特别是在创世纪18章的25节，当亚伯拉罕在上帝面前为所多玛、俄摩拉，或者是为罗得祈求的时候，就讲这些话。他6次在上帝的面前讲这个话，而且是站在上帝的面前，甚至好像是亚伯拉罕不准上帝他离开。亚伯拉罕很严肃的对上帝来说，你可以把义人和恶人一起杀掉吗？你这样公义吗？亚伯拉罕刚开始要求，你不可以把他们一起消灭，要很公平，但最后是你要一起赦免他们，这好像你不大公平。上帝是公义的，所以亚伯拉罕大声的向上帝求。当我们受到打击管教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要抱怨神。当然，如果我们觉得不舒服，也可以向上帝诚实的表达我们的内在的感受。比勒达他的态度提醒我们，不要轻易的断定受苦的因果，否则只会令受苦的朋友更加的痛苦。难道上帝要我们来定人的罪吗？莫想。或者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使他们受报应。别人遇上苦难，我们总是要为上帝出头吗？愿我们有美好的一天，我们下次再见。